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1月20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咱国内新增加2个新的病例，拢是对印尼来移工。那日本是连续2天，高一支新的病例拢创下新高。F-16战机失踪4天，军方继续找找，结果中国的网络风声讲战机是去投靠中国，国防部回馈这是假消息。传出中国有一份台独分子的清单，行政院长苏贞昌互点名，也毋过苏贞昌讲伊袂要伊。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今仔日咱国内佫新增加2个新的病例，拢是对印尼来移工。另外，最近国外研发的预防车陆续拢传出好消息。即马英国的牛津大学研发的预防车临床试验，即马讲保护力有99%。咱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表示讲，这款疫苗加较俗嘛，加较好保存。伫今年8月份的时，咱就已经有甲药厂接触到，嘛争取买新注文。国内新冠肺炎阁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病例，拢是1年籍30外岁女性移工，第611例、612，第11月初5对印尼来台湾做工课，入境到大无症状，一直到14天集中检疫期满进前来采检，后来才确诊。国内累计境外移入的病例有519例，其中53例是外籍移工。有53例是外籍移工，那印尼有32例，菲律宾有21例。另外，伫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进度，伫美国辉瑞药厂莫德纳生技公司传出好消息了后，美国牛津大学甲阿斯特捷利康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简称 AZ 疫苗，上线研究嘛发现保护力要到99%。针对这个代志，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疫苗的运送甲保存条件甲流感疫苗同款，而且介绍嘛较俗。目前这个疫苗嘛伫咧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头一波候选名单，台湾目前在积极联络当中。8、9月的时候就有开始接触了，那目前也是一样，是透过 COVAX 跟厂商这边直接联系啊。那这个作业部分也都相当良好。曾仁雄强调讲，台湾新冠肺炎疫苗的预算是115.5亿，希望会当买到3000万剂数量。若是每一个人注2剂来说，目标是希望包含1500万人来注射。若是未来疫苗的介绍有调整，可以当动用52.8亿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那寒人，日本第3波疫情是拖真紧，连续2天高一日新增加的病例拢创下新高。日本的东京即马警戒已经提悬到上悬。另外，南韩嘛进入第3波疫情，目前南韩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万例。日本第3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拖真紧，19日阁增加2388名患者，和日本全国的新患者人数连续2天创下新冠纪录。日本首相菅义伟阁一摆要求民众做好防疫措施，建议民众除了用餐以外，随时拢爱挂嘴暗。部分民众是認為有必要閣一擺封城，也是限制出門。この後やっぱり重症者がどのぐらい増えてくるかっていうのは2週間ぐらいタイム差ラグがありますからね。それの数を見て本当に都市封鎖とかあるいは外出自粛をしてもら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ます。即天增加的患者创下新冠，成为各地拢陆续创下新冠纪录。台北338例，北海道267例，爱知县219例，加兵库132例，拢是疫情发生以来一天增加患者的新冠纪录。其中东京嘛增加534名患者，比10个新冠纪录更较侪。东京都地区小区百合子表示，感染来源无清楚的病例增加，加上入境的外国人无遵照规定，依然利用大众交通工具伫国内来去，所以提出了5少的防疫措施。会食はぜひ小人数で、できれば小1時間で、それ程度に収めていただき、小声で楽しんでください。合わせてお料理は小皿に分けて、こまめにマスク、換気、消毒をし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日日南韩专家检判嘛，已经进入了第3波疫情，19增加363名病人，是连续3天新病人超过300个人，包括全国的累计患者人数冲破3万人，达到30017人，死亡人数是累计到501人。另外2万人累积到3万人的感染速度，只经过2个半月，要比之前更加紧1倍。公司新闻，但是董炳义。
虽然关心上校蒋正治在 F-16战机已经失踪4天，军方继续找找，并无放弃任何希望。结果中国的网络即马煞风声讲伊去投靠中国，国防部驳回只是失德的假消息。蒋正治的厝内底人听到嘛是真愤慨。咱总统蔡英文嘛伫面册顶悬谴责这款讲法。空军出动 P-34反舰机伫海边来回找找，海军透过巡逻的射纳系统找找飞行机的可能位置。17暗时，花莲空军基地会馆上校蒋正治开 F-16战机起飞2分钟就失联。22时，人机又完无找到，军方出动海空同步搜救。民间的高层公司奥黛丽斯号探测船也伫花莲外海目标区做引擎探测。奥黛丽斯号完成了7个航线的一个初步的一个音频的一个探测。今天上午会把另外2处通通完成，完成比对之后，会做更进一步水下目标第2阶段的探测。国防部长严德发20载起伫花莲水平搜救进展。参谋总长黄曙光是赶去花莲坐镇搜救任务，佮慰问蒋正治的太太。就伫军方全力搜救的同时，网络上却出现简体字的大文，讲蒋正治开 F-16战机叛逃投降。严德发宣布这是假消息，佮表示蒋太太心情是真生气。中共的网军在网络上散播这些谣言，我们觉得是非常卑劣的一个行为。那么蒋夫人她也知道这件事情，她更为愤慨。她跟我们说，她先生是英雄。总统蔡英文并且表示，花莲外海已经接收到飞行资料记录器信号，指挥三军统帅绝对无容忍消费失联会馆行为，所有工作会继续进行，未放弃任何的希望。记者综合报道。那最近，国台办是证实讲，中国政府有一份台独分子的清单。中国国防文体是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讲伊迫害两岸关系应该列入清单内底。苏贞昌是应讲，伊替咱台湾做事，无论中国讲啥，伊拢袂去要伊。前往北京的香港媒体《大公报》顶一条报道，中国政府当地研究带到原国分子的清单，国台办嘛间接证实。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19嘛刊一篇名号做苏贞昌恶言万贯、南岛历史审判的社论，列出伊任期以来破坏两岸关系罪状，点名苏贞昌应该列入去清单内底。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我是很重视，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好。如果因此中国要讲什么，那我都坦然以对。民进党是发声明批评讲，中国制造出真罕古的言论甲白插话，完全无一个大国的风范，敢若互看甲真爱笑。那是人民日报20是佮刊出中国两岸关系法学者温伯虎的文章。内容嘛指出，中国学界真侪年以来研究依法制度，和执法机关会当对台独人士实施财产查封、引导上中等等的措施，而且是终身通缉。我觉得依法制度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种概念。要用一个法律的议题解决一个政治的问题的话，坦白讲，它的效果是非常低的。丁书桓认为讲，中国的各种动作，若要讲是针对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不如讲是想要下力亚支持者甲企业家金主的企图搁较大。若是列出台独分子的清单，毋但是不想要达成是真困难，嘛有可能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互两岸关系搁较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有美国官员要来咱台湾访问。纽约时报是报讲，美国的环保署长惠勒12月初5要来咱台湾访问3天。总统府表示欢迎，咱外交部是表示讲，其实伫去年12月份，咱外交部长吴钊燮就邀请伊来台湾，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会迁到即阵。台美关系继续上升，12月有川普政府内阁官员会来台湾访问。美国环保署长惠勒会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邀请来台湾。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惠勒预计会在12月初5迄礼拜率团访问台湾，停留3天。惠勒发言人讲，即摆应邀请访问台湾，会讨论海洋保护、空气品质、甲儿童健康等议题。若是惠勒顺利成行，将是今年第3个访问台湾的川普内阁官员。在去年2019年12月份的时候，是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他亲自的致电邀请美国环保署署长惠勒 Andrew Wheeler 来访问台湾。
美方也表达来访的高度意愿。事后双方也持续的就本案交换意见。我们期待就访问的行程等相关细节达成共识，相关的进展，外交部我们会适时的来对外宣布。对此，总统府表示，对着美国高层官员访问台湾，阮表达欢迎，双方也继续进行沟通。若是有相关进展，会请外交部适时对外宣布。由美国最近连续同意要卖台湾防卫性武器，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就讲到，川普政府对台湾常态性的军事武器，不过将台湾看作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重要观念改变。期待拜登政府也应该安尼。I think Taiwan is extremely defensible if the right decisions are made with respect to strategy and acquisition and training and so forth. I always say 80 nautical miles of water, mountainous, inhospitable terrain is a pretty good place to start on the defense before you buy a single weapon system. 对着美国高层持续来访问，外交部表示，8月时阵，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也个9月国务院次卿克拉克访问台湾，拢彰显台美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当时的环保署长麦卡锡也捌在2014年4月访问台湾。对着惠勒渴望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敦促美方认清台湾问题的高敏感性，中国的根据形式发展做必要反应。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去立法院，今仔日国民党继续阻挡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民进党团是烦恼讲，明年度的总预算若无法度通过，会去影响国防预算。另外，国民党是替礼拜日11月2日手动大游行发声，爱反对三马精跟美国猪肉甲维护言论自由的民众做伙行上街头。若民众党敢若反对三马精的美国猪肉，毋过无愿意替中天新闻台赞声。20立法院议会议场内底除了进行看榜以外，行，行政长苏贞昌这会期伫立法院第一摆互国民党主动上台，民进党伫为烦恼议事空棒，若年底阁无法度通过710年度总预算，亲像海军预算到年底发表的急迫性，烦恼国防军备无法度及时执行。还是拜托国民党的立委能够让我早日上台。有很多海军的预算可能是要必须为我们的国防增加防护的，那他现在已经要开标了，可是那决标之后必须保留，为什么？因为我们明年的总预算没有办法如期通过。国民党团阁将战场刷个电挂，议场正门口放粉红色、黑色、白色3只大猪坐镇。反来猪，不食安。国民党议会拢穿黑色 T 恤，双手比车，换来话反来猪，换来赢，言论自由的牌仔呼吁民众1122上街路，当日也赴南乡县市首长徛出来。他曾经说，让人民在寒冬上街头，总统该感到羞愧。122全民上街头，总统。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整个在诉求上面是不是走中了？但是我们不会去支持他们的诉求，特别是在挺中天的这件事情上面。民众党团共款呼召民众1122上街路反来猪，暗过对树道当中出现挺中天的诉求。民众党团强调，要为中天背书。今年树道游行是由社会民间团体伫11月举办，主题是劳权。暗过今年国民党参加树道，加上反来猪甲捍卫中天，被质疑模糊树道焦点。江启臣强调，当日统一穿黑衫，没有政治导向，遵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最关心永丰金矿超额放贷款这个案，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活3天，今日重判永丰的创办人何寿川8年6个月的有期徒。何寿川的律师是强调讲，因一定会上诉。引起社会高度注意的永丰金放贷超额案，永丰集团实际负责人，嘛是永丰金创办人的何寿川，3年前去检方起诉，检方指控何寿川甲三宝集团董事长李俊杰的关系正亲。李俊杰为着中国上海1788大楼的投资案，甲何寿川交结，由何寿川等人使用永丰以控股甲子公司的资金，结果小连续违法放贷给三宝集团。就何寿川的部分呢，合议庭是认为是共同犯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2项、第1项第3款的加重特别背信罪，处有期徒刑8年6月。
合议中认为讲，何秀川等人等于是甲上市上柜公司的资产当作是私人的金库来操作。案件发生了后，何秀川去互解除董事长的职务，佮去互检方求刑12档。何秀川家族为着延黄金的形象，专门退出董事会。合议庭是考量说，本案是因为被告何寿川而起，他在本案中他的职位、能力及影响力算是在本案是处于主导的地位。肩负的责任最重，所以在共犯中是处于最重的刑度。我们会依法提出上诉，然后在上诉审的时候，向上诉的法官报告清楚曾经误会，要还何先生的清白。本案19个被告，9个人无罪，有罪的人分别判4年8个月到4个月，缓刑2年不等的刑期。李准计是继续发布通缉当中。若是专案是因为内部人员的揭发，嘛引起揭发者保护的讨论甲立法，而且为着防止这款的违法案件佫一届来发生，金管会嘛会小连续加强落实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南地检署侦办涉案件，意外抓到有民众违法买卖保育类的鸟仔，对查源头锁定嫌犯，嘛查扣64只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内底嘛有国宝鸟、长尾山羊。猫头鸟真紧张，伫笼仔内底看来看去。4人的嫌犯用手机抓着伊的脚，甲伊拖出交予检方。台南地检署为着追查野生动物盗买集团，联合调查局农委会这个扩展级单位，20宣布查到盗买集团收押3个买的人，救出64只保育类野生动物。他们透过这个赖的群组他们在买卖这个保育类野生动物。那检察官在侦办后就陆续发动了3波搜索，分别是在7月、9月跟11月，查获了这个保育类野生动物那这鸟类啊，还有这个爬虫类乌龟那总共查获了64只。狗仔、白色虫仔、红尾虫仔、猫头鸟，也有国宝鸟、长尾山羊仔，每一只拢是保育类动物。不过，互查到的时阵，拢真惊吓。消息传出，互爱鸟的人士感觉真唔甘，呼吁检警会严格执法。有一些鸟店，他也会接受一些下单，那这方面希望检方也能够注意，对于买方应该也要严格的处罚。民众们可以尽量到野外去做自然的观察。然后不要把野鸟想要把它占为己有去做买卖或饲养。若是酒店、网络社交平台也有真侪卖鸟的信息，保育人士呼吁民众拥有检举。台南地检署讲，掠保育类动物依法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并科20万以上100万块以下罚金。卖人为了提供一只活体伫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牺牲无数性命，民众买回去一般也无法度好好来吃，只是增加伤亡。希望民众若是爱伊，就莫伤害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投县的粪扫再无路，目前拢定伫草屯的粪扫转运站，就有4万吨遮济。结果今仔日饭点粪扫山着火，险险烧着边仔的高压电塔。公所是表示讲，会赶紧去处理这粪扫。外面会当看到天顶火火烛甲红旗旗，而且对国道6号赛车地当快，天正大光，火也是继续伫烧。消防人员爱忍耐乌烟甲高温，赶紧压水降温。除了油水线，怪手嘛赶紧来乌防火巷，防止火势继续传。南投草屯镇的粪扫转运站20半暝发生火灾，火势是一直传，虽望4颗位也无徛家，毋过边仔所有高压电塔险去互烧着，好加在火势伫个早起渐渐去互控制。公所在12点20接获消防队的一个通报，那这初步起火原因还待消防队这边来做一个调查。草屯镇公所表示，因为粪扫年久月深，山性沼气，佮加上真久无落雨，家己倒起来了后，佮透风，转来引起火灾。着火的原因也佮爱调查。目前会先用怪手甲粪扫悄悄地来降温，避免火势继续传的可能。环保局嘛派人来现场监测空气品质。若是南投县因为无焚化厂，粪扫到达已经累积4万多吨。县府环保局讲会加速清温。你的那个清烟计划是还在研拟中啦，这个部分是还没有进行，它会委外清理的。南投县环保局表示，南投县目前大工的粪扫量是250吨，希望粪扫的来源嘛会当做伙减量，来减轻一寡县内的粪扫压力。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水情愈来愈暗，苗栗县内有几内水库蓄水量拢无到5成，明德水库、大库库蓄水量只剩18%，创下20冬来上低水位。即马管理单位是趁机会清土沙，希望伫明年雨季来进前会当完工。水库两边的边坡规个走出来，就连船甲竹排啊，嘛拢靠搭伫咧边仔的沙坡啊顶悬。若是来原本的出水口，水位比闸门搁较低。之前没有对，今年好像特别严重啊。水衡是满水位61时候是水衡，现在水位已经降到50.92，已经比义洪道出水口还要低了。苗栗明德水库的水情真困难，根据工作站的资料，原本满水位是61公尺，1222万吨的水量，毋过到这个月20，水位降到50.92公尺，敢若剩224.7万吨，有效蓄水率敢若18%，创20年以来上低水量。龙田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嘛把握这个机会来拼下骹的土埋。趁着这个时候，在上游的部分进行路挖，2件工程6万，那再乘以3，就是可以增加18万吨。根据经济部水利署的观测资料，中部的水库当中，苗栗明德水库甲南投雾社水库的蓄水量拢无甲2成。水利署表示，虽望到年底公共甲产业用水无问题，毋过最近真紧张，是目前真要紧爱处理的代志。已经在积极跟中央气象局在进行沟通，再来评估我们明年一起到做的这个相关的公灌的一个规划，更审慎的在评估未来的降雨的一个状况。水利署表示，虽望台中以南到高雄水情也是青灯，毋过嘉义甲台南已经伫10月开始，嘛进入毋定减压供水的阶段。明年早期稻啊要引产，敢是会受到影响，就要看落雨的状况，再来进一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中国搁逼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本土病例。中国官方是证实讲，天津有一大社区有4个本土病例，这个所在即马已经列作高风险地区。那香港的疫情嘛在恶化，今日搁新增加26例。香港政府已经宣布，伫国小1年到3年的囡仔先唔通去学校。天也白光，中国天津东江港区的甘海县社区已经有大批防疫人员进驻，因为社区内底新增加4名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患者密切接触者必须要接受隔离检查。24个人有接触的社区甲病院，拢必须接受封控。天津市疾控中心宣布，这个社区划定为高风险的地区。全面封控的基础上，升级为高风险地区，将确诊病例杨某某孙女所在幼儿园全部封闭管控，涉及幼儿园、中小学全部停课。而受到疫情冲击，香港部分学校也暂停面授课程。香港食物甲卫生局举行记者会，指出到19统计有266例确诊病例，牵涉的小学1年级到3年级大约占7成。烦恼万一学校有破口，对社区构成风险真悬，所以宣布小学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暂停面授課程2禮拜。現階段呢係為小1至到小3學童嘅風險呢係較高，咁所以呢係現階段暫時只係暫停面授課堂。我哋亦都唔排除咧喺疫情進一步惡化嘅時候呢係全面暫停中小學嘅面授課堂。香港20新增加26例確診病例，其中21例是本土，9例感染源不明。確診者包含在各社區內底，9例是跳舞群組，也有客人車司機甲家庭主婦去畫到。港府呼籲香港市民必須要嚴格防範，減少無必要集會，若無第4波疫情會一發不可收拾。另外，港府也拍算限制旅館甲酒店。規群人鬥陣，許大人數建議一房上最是4個人，不過生效日期也未公布。記者綜合報道。那全世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繼續在增加，即馬在全世界確定病例有5700萬例，其中美國佔1/4，美國的病例超過1100萬例，一天就加20萬例。面對美國的過年、美國的感恩節要到位啊，美國政府即馬呼籲美國人唔好出門，踮佇厝內上安全。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全美國有25萬人因為新冠病毒死亡，美國眾議院開機進行全體默哀。在咧默哀時陣，美國過一天的確診人數嘛，閣創新高，超過20萬人，總計全國確診已經達到1100萬人。
一项华盛顿大学的医疗报告指出，若是全境阁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到明年3月份，治病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65.8万人。面对病例一直增加，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表示，上任了后会协助各州防疫，啊，唔过未实施全国封锁。So that's ruled out. I'll say it again, no national shutdown, because every region, every area, every community can be different, and so there's no circumstance which I can see would require a total national shutdown. 后礼拜四，美国就要迎接感恩节，过去去用当作是美国上无用的旅行假期。即马为着避免疫情扩散，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强烈建议民众避免无必要的旅行，嘛莫下周去拜访亲人。The safest way to celebrate Thanksgiving this year is at home with the people who live in your household. 证人经观察，甲死者遗体带入去土里，失去亲人的家属坐伫梦中哀悼，目屎擦擦顶。新冠肺炎疫情伫印度确诊超过900万人，嘛好13万人无命。伫咧首都新德里的梦园负责人发现讲，特工送来遗体是愈来愈多，工作量嘛愈来愈大。वो बाकी जिस हिसाब से डेड बॉडी आ रही है मुझे लगता है कि ये महीना चलेगा बस उसके बाद फिर हमारे पास जगह नहीं होगी तो फिर जगह हमें बढ़ानी पड़ेगी。同款嘛是伫咧疫情的前线，墨西哥的公卫工作者罗佩兹对疫情嘛是真感慨，因为偏乡地区对疫情根本无了解，致使其他的家庭成员差不多拢治病。即马伊除了协助病院的检测工作，嘛会分水暗来推广防疫。检测量报告，墨西哥官方公布的100万治病人口当中，可能也有真侪未知数。Varias personas aquí dentro de y lo que nos encargábamos era darles información a la misma comunidad de que pues esto era real, que esto era real, que era una enfermedad, que nosotros también como comunidad nos teníamos que proteger y ayudar mutuamente, pero dentro de aquí de esta comunidad hay mucha ignorancia en esa situación por el nivel económico que se tienen los padres de familia。疫情伫全世界继续滚加，病例达超过200万人的俄罗斯，嘛伫咧最近采取更较进一步的防疫措施，包括上新的挂嘴炎甲手套的规范，嘛针对疫情较严重的地区来采取封锁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大选的争议嘛也被收煞，乔治亚州用人工订计票的结果，拜登也是赢12000多票，并无平盘。也毋过川唔收煞，继续指控选举有人做手。不过，即马伫亚利桑那州、宾州甲乔治亚州的法院，拢已经陆续不过川提起的选举诉讼。那拜登这边，即阵是无用咧找官员，而且讲伫感恩节进前会公布财政部长的人选。美国乔治亚州中心人工算票结果19出来，这位卿拉芬斯伯格表示，民主党的拜登以12284票加险差距赢过共和党川普，摕16张选举人票，按算第20正式进行拜登胜选。进前的算票结果显示，拜登赢过川普14000多票，因为差距伤过细，才用人工验票。即摆验完票，差距搁较减少，不过也是由拜登领先。川普阵营开记者会表示，继续指控大选发生有计划大规模作弊，利用算票软体，将几啊百万张投予川普的票，假做投予拜登，不过却无提供证据。The company counting our vote with control over our vote is owned by two Venezuelans who were allies of Chavez. Are present allies of Maduro, with a company whose chairman is a close associate and business partner of George Soros, the biggest donor to the Democrat Party, the biggest donor to Antifa, and the biggest donor to Black Lives Matter. My goodness, what do we have to do to get you to give our people the truth?不过，亚利桑那甲宾州的州法院甲乔治亚州联邦法院19拢驳回共和党阵营所提出想要阻止官方宣布拜登胜选的相关诉讼，所以因讲川普的法律战目前是失败的。And what the president's doing now is really it's going to be another incident where he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being one of the most irresponsible presid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It's just out of the, not even within the norm at all. There's questions whether it's even legal.
面对对手坚持唔认输，拜登认为条批评川普想要推翻选举结果的做法是真无负责任，而且可笑，真歹理解对方在想啥物。同时，拜登也继续调查内阁，表示已经选定民主党内部应接受的财政部长人选，会伫感恩节进前公布名单。1942年出世的拜登，至今就要78岁。美联社整理伊为1972年当选德拉华州联邦参议员以来政治生涯做了画面。指出，伊伫国会工作35年，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长期成员，伫外交政策议题上名声是真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大西洋今年威力上强的风台约塔扫过中美洲5个国家，引起严重的水崩山甲造大水的灾情。受影响的人数有460万人，已经造成44个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也在增加。高级大风台约塔十六以时速260公里的风速，为尼加拉瓜西北部地区登陆中美洲，向北风力减弱热带风暴，暗过所大的雨量，伫真侪所在引起严重的崩山、土石流甲淹水的灾情。这是尼加拉瓜有史以来威力上强的风灾，北部马塔加尔帕省山区灾情上惨重，17传出的崩山意外夺走9条人命，其中6个人是囡仔，也有真侪失踪人口。救援人员19伫放弃的土石堆内底找找，也有活的人。洪都拉斯河水暴涨，市区街路全部拢雨水淹去，有灾民爬到电火条顶悬，一直甲空军直升机内底有关，以吊挂方式帮助灾民脱困。El chiflón entre más rato era más fuerte, luego que ahí no tuvimos que subir a ese palo para dormir ahí, hasta hoy que nos vinieron a rescatar en helicóptero. 伫侵袭尼加拉瓜进前，约塔先扫过哥伦比亚伫加勒比海圣安德烈斯岛、普罗维登西亚甲圣卡塔利纳岛、普罗维登西亚岛9成基础设施厝全部被大风台毁掉。总统杜克19甲救援人员紧急运送物资去当地。Una vez hayamos completado la remoción de escombros, una vez hayamos completado la limpieza, empezamos con lo que he denominado el Plan 100 días a máxima capacidad de trabajo para hacer la mayor reconstrucción posible de nuestra isla de Providencia.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初步统计，约塔风灾伫中美洲各国造成的风灾人数有460万人，其中180万拢是囡仔。受灾除了物资欠缺，也怪烦恼军事、新冠疫情、感染拓开的问题。以洪都拉斯来讲，全国535个灾民收容所，都有超过55000多人，卫生条件真无好。到10月为止，当地有103488个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有2389人。2礼拜进前，中美洲这边时速257公里以塔大风台侵袭，也未开扩元气。过来一个超级大风台约塔，今年大西洋生出来的大风台数量已经打破2年来上济纪录，而且约塔也是史上第2个伫11月出现的5级大风台。顶一个同一时间甲规模的风灾是伫1932年。记者综合报道。头等下过来关心中国军机伫头飞来咱台湾扰乱，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咱日本按算伫东沙岛要开1亿2千万起新的军事建设，也毋过即马是熊熊动点。有军事专家是认为讲，恐惊是美国互咱压力，也毋过国防部对外界评论拢无愿意回应，敢若讲只是调整计划，并无动点。20中到12点，军事媒搁再记录到中共军机进入咱西南空域，让空军广播距离，而且是这个月中共军机侵略记录的第17天。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军机，对，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公里。对中共军机直接侵略咱西南防空识别区，东沙岛更加是咱西南空域侦查的警戒站，即阵有海军、空军加海巡署进驻。空军司令部9月才公告，用了1亿2千多万决标东沙野区新建工程。无想到1月19，空军参谋长黄志伟在立法院讲，东沙军事工程已经暂时停工。专家分析，停工原因恐惊来自美国压力。除了在政权可能交替时阵，也无欢喜看到各国在南海形成军事竞赛。
我想呢，这还是跟美国的压力有关系啊，不希望在南海发生所谓军事竞逐，但是呢，其实这个军事竞逐呢已经开始了。那这个时候呢是重新整理美国对南海战略的一个时候，未来在那一方面的空域的征收，可能我们又缺了一大块。姚立伟认为，现行两岸情势恐惊不宜扩充东沙军备，只是东沙岛真需要扩充雷达设备。一旦停工，恐惊影响南海空域的侦防范围。对着外界猜测，空军虽然无评论，不过强调东沙岛有2大工程，其中野区工程10个正常开工，另外机场设施停工，只是计划性调整，然后开工。那因为机场设施整建目前还有相关运补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计划性的调整施工的日期，我们后续还是会依计划来施工。而为了强化咱海空实力，展南国造原型舰确定在24举行开工典礼，会由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代表咱国展南国造计划有典型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7月份，有2个中国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因为违法录节目，互咱赶出境。即马佫传出来讲，3个也留伫台湾的记者无咧信到咱台湾的法律继续安尼做。陆委会已经通报文化部，要求限期改善，若无依法处理。今年7月份，中国东南卫视2个驻台记者，则因为参加因台的政论节目，海峡新干线的录影，去陆委会认定做涉及采访许可无得保护合约活动，去互驱离出境。即马佫传出讲，东南卫视目前继续留伫台湾的3个记者，也是用其他形式来参加做节目的部分。显见丁一鸣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是习惯的去报公账、报人民的纳税钱。台北市议员洪邀请伫这个节目顶悬评论丁一大行政院的牛肉面风波，画面上是驻文伫咧台北录影。根据了解，中国媒体记者虽然已经无伫节目顶悬出面来主持，算是负责敲通告联络来宾甲参加制作。停止在台录制节目的行为，如未停止，政府会依法处理。你是来采访新闻，不是来录制节目。陆委会表示，政府长期拢有在掌握相关情形，主管机关文化部昨日开始，嘛已经小连续通知伫咧台湾的中国媒体记者，停止录节目的行为。若是做了也背互中国媒体业者责任，陆委会当地建议相关办法。东南卫视的台北演播室设伫咧公客社，社长表示无方便去问讲做的人是要安怎使用空间。他们有入办公室，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方便回答，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他们的业务范围。国民党立委认为讲，陆委会应该说明中国媒体伫台湾做节目是违反多一条法律。是希望陆委会能够讲清楚，到底违反了哪一条法令？我们的反渗透法或者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法令，我们也会刻意的去注意，看他们有没有违法。根据了解，中国目前有5间中央媒体、5间地方媒体有驻台记者，其中央视、东南卫视、海峡卫视有租赁影棚，邀请评论家来录单卫星的节目等等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本土的运动的品牌中门，甲德国有名的品牌 Adidas 飘头生做要讲，商标权的官司已经拍36档，有输有赢，暗暝尾难输去。81岁创办人陈翠昌有去感谢因真情，下晡是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保护咱台湾的生理人。德国真有名的品牌艾迪达，长期用3个车线造型为商标。台湾本土企业生产的将门运动鞋，也使用3条车线造型为商标。双方为这3条线已经拍行政官司，拍真侪年啊。一路对德国拍转来台湾，一开始因为将门注册时间较早，艾迪达的官司过程中一度对因较不利。不过尾啊，今年有转机，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艾迪达胜诉定案，2间3条车线的商标会用并存市场。这款的结果，互81岁将门创办人陈水昌真不满，进前到监察院定情，要求搁再审。只是诉求再审而已啊！我和解的条件，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不能在国外再告我。这个不会置混淆之余，到底有没有什么证据？检讨这个判决，可以发现说，真的就是只有法院的一句话，没有做过市场调查。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商标真共，无遐简单难做伙，就用伫市场并存。因此，台湾有使看到将门甲艾迪达，民众也敢若用个分别这2个品牌。图案蛮像的，可是它下面的字就是有差别，所以还好。艾迪达已经很鲜明了，就是它是这样，Jump 好像是这样，方向不一样。所以近视因为考虑有3个要点，就是它的什么外观啊、观念，还有那个发音，上面我们修法才会特别把所谓的要混淆这个艺术又明文化。
不过，将门创办人陈时昌强调，艾迪达3条车线商标注册时间足慢将门8年，批评根本是恶意抄袭。因为艾迪达虽然伫台湾2个品牌应并存，也不过行出台湾，艾迪达却是在26个国家甲伊对杀，提起大规模的商标异议，平定甲官司，指控将门抄袭艾迪达。商标协会表示，商标法修法了后，这笔商标毋是直接复制，也是可以造成南斗阵就无抄袭问题，正是世界各国通缉。除非找到判决重大缺失，若无将门想要重新并案机会无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球开放教育年会头一摆伫咱台湾举行，毋过受疫情影响，是改用线顶的方式召开。有真侪大学的老师分享家己设计的开放课程，嘛甲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将弦乐器的构造演奏半弦乐器的技巧，熟悉将甲弦的五题时间这门课有搁较侪熟悉。设计课程的简三军事小提琴家是中原通识教育的助理教授，将实体课程的精髓转成14集、各15分钟的音乐课。不是放音乐就拜拜的，是要让学生可以有互动，而且甚至于有临场感。本身是小提琴家的亲身示范，也以英文讲解专业知识甲书记，佮加上翕的场景多元，一门线顶的通识课袂互学生无聊。直接法、中种法、抗种法。超过30年的专业功力，加超过10年教学经验，也认定是甲系上老师开7礼拜，有关各种面包甲糕制作的教学影片。伊表示是开不少时间适应无学生克服面对镜头，好甲在线顶反应也个袂歹。坦白讲，其实是我是比较害羞之类的，然后我就是想把我的专业知识浓缩在短期内灌输给大家。老师他的基本责任其实还是在教学跟研究，对，所以做这些把这个课程完整去做呈现，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的当中，那个支援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台湾真济间大学这几年推动开放式课程，鼓励换课时，对老师来讲，要互开放式课程更加有成效，爱用更加侪心思，而且有的课真复杂，若无团队合作、专业分工，一人也做袂来。记者综合报道。中风的患者通常较无力爱人顾，若靠中间病院去年有研发一款手部的复健机器人，互患者穿一款机械的手笼来刺激大脑的神经，复健的效果提悬2-3成。这个成果即马嘛刊伫国际期刊。52岁简女士去年中风，倒半边半身拢袂顶袂动，就连手指头也无法度完全拍开。生活当中真侪代志，拢要靠别人斗相共，互伊真爽志。好佳在伫医生建议之下，除了传统复健，伊佫另外接受新的手部复健机器人训练。即马倒手骨已经延牙悬，手指头的抓压能力也恢复，抑佫转去上班，工作拍电脑拢无问题。我的手可以举高，然后可以做任何右手可以做的事情，不管是张开或是握住、拿东西，我觉得右手能做的，左手几乎都做得到。负责治疗的南口中景病院表示，伫科技部专案补助之下，去年全球首创架上手复健机器人，互中风病人穿机器手，佮经由正手甲倒手共同操作，等抓物件、感受物品的材质甲重量。这种有感受的治疗情景，对病人大脑神经活化真有帮助。平均治疗6礼拜，等提升日常生活功能2到3成。他就是用中风的这个好的手，就是没有受损的手，去带动这个不能动的手。那他最主要就是使用感测器跟马达的技术，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根据统计，台湾目前差不多有15到20万名中风的患者，而且以每年3万名的患者继续增加当中。医师提醒，中风了后前半年是黄金治疗期，若及时采用科技复健，不只能减少后遗症，也提升生活品质。这项新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经被刊登伫国际医学期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食在地，食着是。
用者嘛会使来爱咱这片土地。为了要让学生囡仔会当了解农民的辛苦，认捌地方的农特产品，婚姻农会专工甲在地各校合作，让囡仔伫逐个月内底有一天营养午餐会当食到在地潮湿的食材，嘛会当甲食农教育融入去囡仔的中昼顿。看到学生食甲遮尔芳，今仔日营养午餐甲平常时无甲得共款。这是婚姻农会推动的食物节，内底菜拢是在地食材做出来料理。这个营养午餐结合食农教育。其实，在食物日的推动下，我们可以更加的去理解农会他们每天是如何在运作的，也可以更加的去理解农民他们种菜是多么的辛苦，且吃到在地的食材，它跟我们平常吃的食材比起来更加的新鲜。昆林县斗南农会推动食农教育，即摆甲真侪间中小学合作推动食物节活动，一方面让学生食到当地料理，也让学生透过影片了解食材生产过程甲农民的辛苦。我们用在地食材当季吃的概念来完整的叙述告诉孩子说，其实要吃的安全跟健康。特地放了一段影片让孩子来欣赏在从丝瓜的小苗开始到它的成长过程，我们也都让孩子能够看得更完整、更清楚。那今天是以斗南在地的丝瓜为主，那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美味料理，菜色非常的新颖好吃，那学生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在健康营养的一个前提之下呢，学校也希望透过午餐的推动。带给学生不一样的知识。除了即摆菜瓜料理，还有马铃薯、红菜头、竹笋，这拢是斗南的在地食材。食农教育和学生用者来了解在地农特产品，食在地食到时，用者沿熟在这片土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流浪动物袂当安乐死的政策实施了后，各地头的动物收容中心拢已经停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个月开始，高雄市的动保处要甲民间团体合作，甲一寡流浪狗送去果子园，也是去农地做保全，替农民斗赶狗，嘛减轻收容中心的压力。看到主人出现，狗仔拢介欢喜，大声咧吠。家有28只狗仔，拢是领养的。这个杜杜，它是最胆小又怕生的。它来了大概2年多，我才摸得到它。其实这每一只狗仔原底拢是散狗，李建国伫屏东是做园艺设计。伊7月当前对中华民国动物保护协会本来28只狗仔，即马变做伊的农地保全。他们都觉得养那么多干什么？我说，土地荒在那边也是荒着，就是说给他们活动。第4只那个烧饼。虽然有遮侪狗仔，毋过因拢有家己的厝，逐工阁会使伫草地四界耍。另外，协会志工定期会来拜访，了解狗仔的健康，嘛会提供饲料药仔。民众逐个月阁有500块的代养费通领。你一般要用领，大概一个人领食，要爱偌济人领才有法度。所以，阮是希望讲透过这个古来户的计划呢，如果会当送去人的雇员来照顾伊的水果园，含主人做伴，会当领着1份的这个代养费的费用。那对狗仔呢，阁有头好啊照顾。协会这个计划已经送出300多只的狗仔，因为有看到成果。今年高雄市动保处阁要甲因合作，目前已经伫桃园区找到2个所在。这个果子园有当时拢会有一寡野生动物来做破坏嘛吼，这个农民非常的困扰啦吼，是讲是毋是当饲几只狗吼，会当帮伊顾这个果子园吼，迄个目前咱即嘛是咧试验阶段啦。高雄市目前2个收容中心拢已经满，估计5500只流浪狗，一冬就会增加2万至3万只。压力真大，毋过农民敢适合饲狗仔，搁爱详细做评估。空间吼，若讲差不多10只，较拄好，咱就互伊饲10只，甚至讲伊捌饲过，咱先5只互伊饲看卖。若饲了会好，咱再讲搁一寡狗互伊饲。1年360天常年无休的工作，没有说今天没有来，或是明天再来。流浪狗经过训练，会当到过农地厝内，民众嘛爱考虑家己敢有时间，毕竟一只狗仔就是一条性命。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屏东综合报道。
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家己布袋碧沙街一档前道路拓宽，完工了后，街仔路即马虽讲搁新搁大条，啊，毋过有诶壁即马有诶厝只剩一堵壁，有一寡所在变做机灵地。即马有艺术团队来采过，因过旧厝哩哩落落，啊，毋过即马是擦甲新点点。啊，所以迄落迄葱仔汁，迄葱仔汁。鸡卵逐个真真的呢。讲到较早的代志，社区的阿嬷总有讲袂煞的故事。这个社区过去的历史，透过艺术团队的创造，即马成做一个艺术空间。袂歹，安那讲袂歹。那较好啦，大家都在开讲，大家也来这运动，会看了感觉哦，这条路真正无共款咯，真正真水。嘉义县布袋镇的碧沙街，当外进前道路混垮，结果有的厝只剩一堵壁。艺术家团体为着要让这个所在有新的环境，特别利用吉林地规划新的休闲空间。进前的旧厝咯，哩哩落落啦，安尼拢落雨啊，安尼乌。啊，即马咧？啊，即马画安尼起来擦擦的有较水啦。他那个轻松，啊，个比较多人来看，人家走到路上他就照相。艺术团队开一档的时间来调查地方的历史。以白的主题来呈现布袋渔村的渔业农产甲在地人文历史，搁配合落尾的故事馆，互规抓路拢是在地的故事。碧沙街它的主题就是延续光复之后的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的那个1950年到1970年代这一段期间，在这边生活的布袋的人，他们的这个小时候的生活的回忆。这行团队表示。民众来到布袋，大部分拢是去鱼市场或者是关大的教堂。其实社区内底阁有真侪在地物件通好看，因准备甲社区伫后个月28号举办活动，结合地方文化甲创意，要向大家来绍介布袋在地故事。记者张慧婷家己报道。再来台南，国定古迹旧台南地方法院是1914年起的。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过去则捌经历过大8年事件。啊，那人权律师唐德忠因为28事件互枪杀了后，伊的律师执照嘛是伫遮互撤销的。甲乡亲，咱做伙来看这档保存济济司法记忆的法院。好，这入来头要小心哦。啊，咱即摆来到遮吼，是阮最有特色的，叫鸟仔刀。啊，其实这是法国一个厝顶啦，叫做马萨斯的厝顶。1914年起好，到即摆。跨身五角形的基骨外口，就是弯弓形的厝顶。另外一边山丘尖塔形的设计，无对称的建筑理念，是国定古迹旧台南地方法院上大的特色。伊也是台湾到大也留落来唯一一栋伫咧日本时代起的大型法院。弯弓形大厅厝顶雕刻精美的条画，也阁有下列建筑概念的彩光纸，拢看会出巴洛克的风格。伊是100年前的历史建筑，也是100年后的历史见证。建筑物的后壁面有4个法庭，含一个足神秘的通道。咱这是法官要行去法庭的专用的通道，啊，伫遮去，啊，才有2个刑事法庭，啊，2个民法法庭。啊，伊个主要目的就是讲要避免和当事人接触。台南地方法院对1914年启用，担任87年的司法审判机关。伫咧启用的过当年，就判一件轰动世界的审判。1915年就发生台南就发生汉营交日本人抗战的迄个98年事件。迄阵时虽然是军事审判，毋过是叫咱台南地方法院的法庭来审理的，当中判880几个人死刑，嘛是因为安尼，互国际注重到日本人这统治台湾的人权受到国际重视。30多年后，1947年日本人走啊，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唐德忠律师被推荐做日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保安组的组长，因为唔愿将准备反抗者的名单交予政府，转去予伊叛乱做惩罚。伊本人的律师执照也是伫咧遮被撤销的。国民党甲绑起来游街，啊为
即摆咱咧讲，咱咧看迄个司法博物馆遐，一直甲游过来，游过来即个所在东流庆赞，伊当时甲伊拘捕的目的就是，互因后壁的人较紧甲迄个名单烧掉去，啊，所以无殃及无辜。台湾对维权行来到民主超过100冬，台南地方法院随望约为真正升格做司法博物馆，不如过这4冬来，透过济文物的展览，保存国民对司法的记忆，也积极推广法治教育，让众人见证台湾司法演变的点点滴滴。记者民警张有水台南报道。关心天气，甲乡亲来看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到26度。新闻仔甲乡亲，咱做来去法国看亚旦秋的工厂在赶工。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